大家好，我係潘新昌 Patrick 潘，係香港海港扶輪社嘅創社社長。其實咧，我喺馬來西亞已經入過扶輪社㗎啦。當時係半山巴扶輪社，係喺1976年入嘅。咁後來翻嚟香港嘅時候咧，就先加入香港東區扶輪社。係當時 PDG Peter Hall 介紹我入嘅。過咗幾年咧，我就去創立呢個香港海港扶輪社。當然係一個服務社會嘅社啦，但係最大嘅印象咧就係社友都係好似家庭一份子咁樣。尤其是喺馬來西亞咧係好熱情嘅。當時喺馬來西亞半山巴扶輪社咧係總共有2個 Rotary Club、10個呢個 Interact Club， 就馬上要我負責呢個青年活動嘅。所以咧第一個印象咧就好多工作，但係亦都好多機會學嘢嘅。認識咁多扶輪社嘅社友啦，同佢哋每一個都學到好多嘢。扶輪社俾我哋亦都好多訓練啊，好多知識啊，尤其是咧要求我哋喺事業上邊或者喺工作上邊咧係做到最高嘅道德標準。我覺得呢個咧係可以幫到我自己發展我嘅事業同埋做人嘅。最深刻嘅印象當然係創立呢個香港海港扶輪社啦，喺香港嘅時候。我諗冇乜理由要離開扶輪社啊！扶輪社嘅社友都好好，我亦時時有機會認識新嘅社友，從各位都學到好多嘢。希望咧就係幫助大家，俾扶輪做得越嚟越成功啦，幫到我嘅事業，亦都幫到我嘅人生。就因為我覺得扶輪社不斷有新嘅嘢，所以未來亦都會改變我嘅。